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2月初6，诗篇13篇第50安尼讲：总是我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因为拯救来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气力，你是阮得胜的诗歌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帮站。因为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学罗你。因为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做大。主啊，你的手展开能力，得到极大的荣光。你发出大威严，阮就要拍落来敬拜你的大尊名。对日出到日落，阮要学罗你无煞。主啊，伫生活中所拄到的艰难甲患难，阮无法度靠家己来面对甲解决。我靠人嘛拢袂失败，总是阮活靠你的慈爱，阮的心要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活靠伊的慈爱，就咱的心要因为伊的拯救来得到欢喜快乐，也的确要伫每一天享受咱新的快乐甲活命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